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英国伦敦的智库经济学人资讯社最近来公布着一份的报告，讲大多数已开发的国家都要等到明年的年中才会当达到群体免疫，当中包括咱台湾在内。上界主要是因为这疫苗交回时间慢去了。不过国内的医生唔是真认同。 英国、美国拢伫咧做新冠疫苗，不过亚洲国家做速度较慢。根据英国伦敦智库经济学人资讯社的报告讲，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台湾、纽澳、日本、韩国，明年中才有6、7成的人口注着新冠疫苗，等于到迄个时阵才当达到群体免疫。不过国内医生所无共的看法。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个群体免疫，如果说这个抗体的产生会是关键的话。 目前看起来，疫苗它的保护力可能要维持1年这么久不太容易，受到许多环境影响的话，这时候它的一个明年的一个预期就要看最后最主要的一个病毒株是不是有效的被控制。 专家认为，就算台湾疫苗拢够啊，不过若到迄个时阵边境开放，外国人个要来台湾，安尼疫苗的丰富会当挡偌久？即摆现阶段做疫苗无法度互病毒消失，干来当先界压落来尔。上好进行嘛是爱做疫苗挂喙安防疫做好点点。猜测新种病毒的一个产生会不会使得每年打疫苗变成常态？ 即马台湾疫苗控制甲真好，那边境共款控制甲真好，做疫苗时间专家认为，较晚嘛无要紧，会阁看所落来边境开放进行，再来做无共阶段的处理。